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2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真侪消防人员是拢赶到花莲光复乡来救灾，协助灾民来操作找亲人。空勤直升机也有空袭机嘛对天顶来确认讲，敢也有民众掉咧。海巡人员嘛出动机动式嘅热显相机车停伫咧岸边，看这出海口嘅溪水，也有水流插面顶，敢也有失联者。消防人员半暝将老大人挨出来，花莲马太阳溪上游的放山湖23一流出来，真侪水灌入去光复乡。邻近的宜兰县消防人员伫当时赶赴现场来协助救援。快到了，我们快到车子了。搜救人员将所有救掉咧，伫水中扶这老大人离开淹水所在，淹水造成侪人死伤，要真侪人袂当出来。大平村辅佐街一个87岁姓周阿嬷不幸淹死，遗体也互石头砍掉咧。所有的家当通通没有了。好交在妈妈的遗体还没有被冲走。对，所以希望警察单位赶快联系我们。相关平台出现一篇着急的找人客诉，大水淹真紧，水淹到要7层楼悬，真侪民众伫风光赶紧中走出来失去联络，其中就大同村一个6岁查某囡仔小琪，到即阵也找无人。高屏这侪县市消防人员继续来到这撩水，甚至受水入去灾区来搜救。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门牌。调派8车23人，然后7艘橡皮艇，立刻赶往花莲光复救援。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到，立即投入救援。大水造成超过40人死伤，失去联络人数更加超过100人。为确认找到人确实的所在，搜救人员也真详细搜查社区，空军直升机甲空袭机也出动。毋那市区瓦马太阳溪一带民宿甲徛街厝顶发现7人掉伫顶头，由空军人员赶紧协助。机动式的现象机车停伫岸边，侦测土水，也有真侪水流查。毋那着空来搜查，就惊有民众已经互大水冲往出海口。海巡除了派人伫花莲溪下游的岸边来搜查，也出动海巡艇搜查沿海一带，希望找到这失联者下落。记者综合报道。这边马太湾溪的放山湖造成市区出现严重的灾情，有民众怨讲要做大水进前，政府无随通知，也有人讲无想到，甚至有人在面讲，这放山湖出现2个月拢无处理。水利署是解释讲，传出来的水比原本所预测的水量加4倍出来，后续的情形才会这么严重。门窗破去变形，较紧拆落来换。厝内拢是路过门的家具东倒西歪，住户的面是真无奈，真正挡袂掉啊，是哪扫哪害。这个通知有较慢啊，是安怎？是迄水来？拢嘛无通知，拢嘛无听到。昨日毋是已经叫爱疏散？爱疏散，都爱疏散，讲去你2楼啦。水进来的时候。也没有马上一个那个类似海啸警报这样响起哈。马太阳溪放山湖受到风台的影响，发生真严重的溢流，和花莲光复乡的灾情真惨重。伫家园受到重创了后，质疑的声音嘛出来，有居民不满政府的警告根本都无够紧，害因差一点啊袂赴避难。嘛有人讲无收到，应该是早一点处理啊，没有今天不会那么惨啊。这个事情早就可以打算的。不加迄个。要拼啊，再来迄个。要流爆发的时阵，警告的速度遮尔慢，互民众真不满。嘛有当地的民众控诉讲，这放山湖已经形成遮尔久啊，政府说拖咧拢无处理，才会引起严重的灾情。就连报刊的设计拢互批评讲有问题，是安那会有破口？不过水利署澄清讲，开口报刊是河川的必要设计，和造成水灾无关系。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流量。也超过我们设计标准，大概有4倍以上，水真的太大，才会陆续到我们的一个市区的状况。林官评水平讲，溢流的量是超过因的预期，尤其即马桥断去、桥体冻水、各有关水位，两大因素是加强防保。另外，外界质疑讲，政府无先做好预防放山湖的发生。对这交通部长陈世凯讲，政府的相关单位伫7月时阵已经有预警，23早起嘛通知讲有溢流的风险，即会当甲马太安溪桥提前封桥，互桥顶好甲再是无发生死伤。记者综合报道。顺带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有较烧热，气象署有针对上北、桃园甲新竹县来发布高温资讯，咱来看温度。
风台早晚各地天气是多云甲好天，嘛变较烧热，高温普遍是有32至35度，其中上北、桃园甲新竹有可能是降到36度以上，外岛透中岛上关嘛可能到32度。另外，对今仔日开始太平洋高压转强，打算到拜六进前水汽会较少，也毋过加人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也是会落阵雨，各地山区呢是这季度会闪雷公雨，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这个风台伫咧台东嘛造成灾情，包括花东昌国公路连过美一带，因为土石流电输交通断暂；大高山下鹿鸣桥也拄断一水泵线，经过抢修了后，目前是恢复双向通行。大水雨也有强风，也有这土水沿山壁一直冲来，加台东山区的路拢淹了，车只有减速冒险通过，外面是真惊人。花甲山风台造成台东各地灾情不断，大雨是一直落袂停。花东昌国公路龙桂麦一带有真侪山壁出现这土石流，车若要回车是真困难。刚淹而已，看淹过来了。省道大高山交通也大受影响，路面桥全部拢是土石流，规个桥面拢是土霉，也有树枝，赛车人看到见滑头。真无简单，等到这个雨较大，大只拖车勉强通过，要骑车的人赶紧缀伫个小客车后壁，也真小心通过。后续经过南风桥、台东工务段加派机械赶紧来抢修，将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台东富丰渔港船只停靠伫个港口双风台，有一只渔船不明原因，半个船身沉伫个水内底，海巡接驳了后，伫边仔来警戒，用炸油锁围起来，避免重油溢出来。可能就是吼。自动抽水马达可能太低啊，因为这边风台无入来，无发生碰撞问题。另外，这台东县金峰乡是对外路灯去怪手，赶紧出动，顺利抢通。那金峰乡呢，不只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中段，替代道路的不可通行。那其他的这个农路呢，都有很多的浅势的溪流，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除非真的有事的话就。必须要出来的话，这条路不通的话，我们就要绕路了。另外，台东市往卑南乡离吉村的引道，水淹到脚头区，有小客车经过时，向容失火，水淹到车内底，后边将警察赶紧走出来，找人斗3工。你说淹到你的车里面去了？对。无想来协助的救护车也失火故障，卡伫水内底，消防人员只好落车来刹车。加在后壁有拖吊车来到现场，分别把这个救护车甲小客车拖登去修理。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川普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原本是呼吁乌克兰让步，23所出现改变。讲伊认为，若是有欧洲北约的支持，乌克兰有能力对俄西亚的手头修复失土。再来，咱来看《联合报》。新北市社会局长宣布，明年新北敬老爱心卡分3阶段升级，未来通点靠国民健康运动中心、联合病院，也有卫生所的挂号费，一个人通对原本的480点增加到600点。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花莲马太岸区的崩山桥大水冲出来造成灾情，光复乡灾区即马是真欠物资，民间社团嘛陆续发动这缴费行动。卫福部嘛设立专户，对今仔日开始接受外界捐钱，为期1个月，要募5，总共是要来募5亿，用伫咧医疗啊，更中介。花莲光复乡灾情严重，收容所有真侪民众为着逃命，啥物拢无查出来。卫福部也紧急来提出医疗应变措施，调派灾难的医疗队过去，又派无人机送药啊去到花莲。伫咧现场嘛强调讲，无健保卡嘛会当看医生提药啊。慢性病的药都被水淹掉了，被冲走了啊！收容所内底有真侪受灾民众。第一时间走出来，啥物拢无摕，连药仔也无查。卫福部也赶紧提出医疗应变，调派灾难医疗队过去。另外，也已经派无人机送药仔的团队去到花莲。那医药的部分，刚刚食部长也已经请所有的医疗单位紧急的支援，甚至包括对这罹难者的社工其实也已经全部在安排。卫福部也甲当地卫生局合作。甲需要西药剂的患者，也有生的人，优先做好安置。疾管署也表示，
大水了后，刷落来要重新建立家园，整理环境，防疫人员也会立即监控，避免出现灾后疫情。部分的一个地区会出现积水或是淹水，那可能会造成类鼻疽、还有后端螺旋体病、还有登革热、还有肠胃炎等传染病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会增加。我们其实有持续在监测灾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传染病。针对灾情上严重的花莲光复乡，卫福部表示，光复医疗救护站有医生、护理师、行政人员，总共9个人伫遐提供基础的医疗。卫福部强调，已经启动8大应变措施。万不以熊熊走出来无扎健保卡，也是健保卡互大水冲无去，也袂影响民众看医生、摕药仔的权益。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花莲的房山湖涨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呛断去，也造成大九线无法度行，进度要行第11线，接第30线才会当到光复乡，比原本的路线是要搁加行2点钟外。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去到现场视察，有要求公路局伫咧10月15之前，甲安康的便桥搭好好，赶伫咧过年前甲港铁的便桥做起来。花莲县马太安区房山湖发生坝顶水溢流出来的隔江，对空中翕到淋真侪土沙土石的土水，伊原继续流向下游。另外，再看到被冲歹去的马太安区桥的桥墩，踩伫个溪仔中。位伫花莲和林镇也有光复乡交界马太安溪桥，整长452公尺，有上北甲路南各一组，2019年才完工，无到6年就被冲断去。交通部长陈世凯讲，主要是因为即摆流出来水真多，冲击力真大。第一，它水流相当的快；那第二，因为它夹带着泥沙以外，还夹带着石块，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天灾，所以我们的桥梁确实在这次很严重的受损。这马太安溪桥一断去，也造成大九线拢断去。原先在经由这个桥到光复乡，不过有路袂通，也来替代193管道。伊个因为拢是烂土，伊原伫个抢修，进用路人爱行这第11线，接第30线，才法度到光复乡。有加西路时间会加出2点半钟。但世凯讲，马太安溪桥会分3阶段复原，首先要求公路局第10月15进前便桥爱搭好。我们先做涵管的便桥，在明年的2月之前，先完成钢便桥的建制。那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我们先完成单线的永久桥梁。虽然这个经费会非常的庞大，但是我们会争取行政院的支持。铁路运输部分代替光复车站的铁基路23也予大水淹过，不过经过透明抢修，已经全线通车。当时交通部会协调，和花莲到光复中间增加区间车。我小孩子一抱，我们就撤到阁楼，然后我们就被困在那边，就整个就飘走了。对，剩下台铁。修复工作也真长，花莲民众敢若希望讲家园会使尽早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转到国际。今年的风台花架沙已经针对香港附近起，因为风雨正大，香港伫咧半暝就发出警戒，所有民众走去看海影。一对母囝甲去互大雁架去，加在是有风救起来，目前是当地甲互病房。另外伫咧深圳，也有民众带囡仔出来体验风台，天实在真危险哦。香港的沿海出现大影，树仔风吹到东岛西歪，甚至规丛风漫起来。今日全球上强的风台花架沙，以每点钟200公里的速度，对香港以南100公里外驶过。因为风速真惊人，有可能变作香港7年以来上有破坏力的强烈风台。当地天文台伫24透早2点40发出最高警戒的10号风球，而且停班停课。但是，就伫个花架沙风台愈来愈瓦近的时阵，有一个火衫的人，所伫迄个时阵走去茶湾的报花要看风景，结果妈妈含囝2个人互大雁扣走，好甲再互经过的船只甲因救起来。只是互因救起来的时阵，2个人拢已经昏迷，目前搁伫个加护病房伫观察。但香港嘛是真侪人走去海边含鸡仔路去感受风台。Not every day you get the chance to kind of look at a big like super typhoon up close. So yeah, of course, it's an experience, isn't it? It's good story to tell. 我不用上班啊，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过来感受一下台风，但是不是很巨大的台风，有一点失望。
因为花甲沙愈挖愈近，互香港居民拢真惊吓，一直咧抢买物件。超市架顶的物件拢风扫了，传统菜市仔的人嘛比平常时搁较济，因为因烦恼风台过后菜价搁较悬。根据了解，香港有超过700个航班风取消，到早起8点为止，有19个人因为风台受伤，风送去病院来治疗。We planned a 3-week stay in Japan. Now we have to stay 1 week in Hong Kong, which also is exciting, but now we have to figure out how to cancel our hotel reservation in Japan, and we had to book a new hotel here, which also cost us some money. So yeah, we're kind of really disappointed in that. 另外，澳门的暴风是第一是透早5点40挂10号的风球，真济街路因为淹水超过1公尺到1.5公尺风起来，有16000户失电。到早起8点，加起来有23件事故的报告，一个人受伤，超过600个人带入去避难中心。花甲沙暗算是对中国的广东登陆，第同一天嘛敲响深圳，除了雨势真惊人，路边的树啊和脚踏车嘛拢互透风敲个倒去。有民众想要逆雨线过车路，却因为风收头只会当压雨快速通过。但嘛有民众感觉讲无伤大的危险，带囡仔出门要体验大风大雨的风台。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伫咧美国达拉斯一个联邦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办公室，临时发生枪案，嫌犯开枪致使3起互拘留的移民丢枪，一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落尾这嫌犯自杀。联邦调查局初步研判，这可能是甲美国的移民执法，也有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的驱赶政策有关系。警方甲联邦调查局伫达拉斯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这栋建筑物现场监视，正就是对厝顶这个所在向 ICE 办公室，也有一台停伫附近的小货车开几路枪，了后自杀，执法人员无人受伤。警方讲，停伫咧亚街通道的这台小货车，互歹徒开几路枪。有3个被拘留的移民着枪，造成重大死伤。联邦调查局正伫咧进行调查。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this incident as an act of targeted violence. Early evidence that we've seen from rounds that were found near the suspected shooter contain messages that are anti-ICE in nature. 联邦调查局伫社群媒体 X 当一张现场找到也无用过枪支的相片，其中一粒枪支壳顶头有写 Anti-ICE， 意思是反 ICE。路透社报道，被攻击的建筑物是 ICE 办公室，主要是短期处理对这被抓的拘留者，并不是拘留设施。这件案件是最近连续发生针对 ICE 设施攻击内面上新的一件。初步看起来，可能是甲美国移民执法，也有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驱逐政策有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有伫咧纽约区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批评联合国对战争无提供实际协助。川普阁学了家己是和平大使，强调用关税来对付无愿意停火的罗西亚。川普嘛讲，气候变迁是变局，经过欧洲的能源政策和移民政策会危害国家的生存。美国总统川普23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到到会场，就拄到电动楼梯向被捧，伊的开手甲其他人过去家己爬上楼，摔落来伫大会顶面。川普一上台，佮拄到提司机告状。I can only say that whoever's operating this teleprompter is in big trouble. 这是川普对2020年以来头一届伫联合国发表演说。这一点钟，川普批评联合国并无对区域战争提供实质的帮助，也讲伊家己是和平制造者，扫平7场战争。然而，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伊表示会提出真硬斗价关税手段，逼罗西亚停火。不过，也点名欧洲各国一定要确实切断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And Europe has to step it up. They can't be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buying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while they're fighting Russia. It's embarrassing to them. 川普也大力批评一寡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款做法亲像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对推动和平无帮助。Some of this body is seeking to unilaterally recognize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rewards would be too great for Hamas terrorists for their atrocities. This would be a reward for these horrible atrocities, including October 7th, even while they refuse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or accept a ceasefire.
川普搁再批评气候变迁是骗局，欧洲各国的能源政策牺牲的会是经济活动。The carbon footprint is a hoax made up by people with evil intentions, and they're heading down a path of total destruction. 川普宣扬美国扩大欧石油甲天然气，暗示其他国家应该对咧做。伊也批评欧洲开放移民的政策，表示打击非法移民才会当保护国家的利益。川普演讲说，甲乌克兰举行中美会议，也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无共的观点，也就是伫北约的协助之下，乌克兰会当完整甲罗西亚占领的土地退回来。就伫联合国大会举行之前，美国就轻巧伫纽约掠到一个大规模的电子装置网络系统，查到超过300台的 SIM 伺服器，甲10万张的 SIM 卡，避免美国政府官员受到电信威胁的事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传出讲美国总统川普后个月要拜访日本，这阵两国是当地继续要讨论安怎来落实关税协议。日本嘛是美国贸易也有安全议题重要友伴，而且川普嘛有机会是头届和日本下一任的首相来见面。但北总理今仔日伫咧吉林兰正式向英国受去互人强制执业的受害者会师咧。但北政府较早为着要控制人口，强迫4000外女性装备引起，这项执业计划，互吉林兰人的身体心理受到严重的创伤。也指出吉林人也阁有证是民国但北关系是真紧张。这届官方会师咧，嘛互看作是修复两地关系重要一步。意大利北部城市布扎洛拍算2026年开始，要甲来到这高扣一日1.5欧元的狗仔旅游税，理由是分担市政的清洁支出，也有建造宠物专属的设施。不过，这项政策唔但香港是咧挺发特主，嘛有人咧质疑市府是咧提卸管理责任。镜头转转来过来。马太安溪邦山桥这水电出来做大水，农业部评估了后，认为讲有6000万吨的水流出来，昨有派空翕机去看，邦山河水流出来了后，已经剩25%，水量剩2300万吨，威胁嘛已经变较细了。虽然工作人员徛伫远的所在翕，也毋过桥墩启动时也是真惊人。23下昼，马太安溪邦山河开始溢流，下昼3点半第一波大水到，冲害马太安溪桥1点钟了后，大水搁一摆到。根据水尾大水状况，农业部估计大约流出的水超过6000万吨，邦山河量体减少75%。高峰值的这个降雨量大概已经过了，应该不至于不会像有昨天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出现。林保署理事透早派出空翕机指出，邦山河原来坝顶200公尺，目前已经780公尺，并且也大大缩小，只剩50公顷，脱水量2300万吨，只剩原来25%。也不过提醒唔通跨境河道。考量堤防可能有缺口，下游河道有淤积，上面是缩小的。所以是建议，就是不要靠近河道。为中央大学卫生影像来看，这边是早期邦山河上升画面，面积明显比9月初缩小。目前的这个水体，就黑色的这一部分，大概已经有明显的一个缩小它的范围的一个部分。目前水头由原的落雨，当地维持红色警戒。地质学者大文山表示，这摆往山脚平落来，不是清水，是土石流，比当管力量大，所以现有的河堤无法度动。的坝体，因为它这边的位置大概1000米左右以上哈，所以还没有道路，所以我们重机械各方面来讲没办法处理，所以现在未来唯一的办法，现在就是赶快把河道两边的河体重修。陈文山认为，要应应后一摆的大水，河堤要赶紧重修。监测邦山河坝体详细状况，下昼因为天气不好，无登记加油，25早起出动。林保署刷落来，也需要重新研究警戒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马太安溪的邦山河，7月25日，林保署用卫星去看，一开始面积是有18公顷，到做大水进前已经有140公顷。多民众质疑讲，啥怎这2个月拢无去甲变好破？专家就表示讲，这是因为伊着伫咧深山那内，东行机具根本就无法度去到遐。就准讲甲伊变好破，这内底水嘛是一个水库的量，长期到水尾，原来是真危险。最后才会认为讲，甲民众疏开才是上安全的。
规片光秃秃500公顷的崩立地，踢着河道形成崩山湖。林保署透过7月25日青影上江案，湖面18公顷，活2个月来愈来愈大，伫崩湖进前来到140公顷，储水量高将100万吨，相当一座南化水库。大约3.64万个游泳池的水量，外界质疑，敢讲一开始袂当先用炸药将水引流掉？不可能，不可能！你爆破的话，你这样的大的炸药会造成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2礼拜前，水利工程专家经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到现任部长刘世宏的邀请，调集下只专家讨论应用。李鸿源讲炸山毋是选项，台大土木系教授尤景云表示，当初评估工程引流袂当做，认为爱撤离居民，若是撤离马台安中华，更加爱扩大范围，包括后来灾害严重的光复乡。大部分居民都有照我们的建议做撤离。目前的灾情看来，就是没有完成撤离的人都在我们当初提醒的热点里面。虽然建议爱全数撤离，即摆有关提出伤亡，李鸿源前部长认为，若无事先撤离，更较惨。疏散了大概7、8千个人，当然还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我们就想，要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疏散，那后果恐怕就不堪想象。也有声音质疑，虽然有撤离，毋过无整合体防之外第2道防线，也是设伫万江区，才会造成淹水严重。也毋过水利署指出，即摆通水流量足足关出河道设计标准4倍较侪。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有估累积雨量会当互崩山湖搬出来，林保署伫崩湖前1日，2日早起发布红色警戒，请花莲县府强制疏散撤离受影响居民大约1800户，到2时统计，县府拢总撤离3285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基甸和布吉这沿海地区，因为当着大楼海水冻结，西岸湾的大影是超过2公尺悬，险去影响到中山大学的学生哦。即间的风台有学生是假做台南市长来发布秀风台港的假消息，伫咧社群平台有人假做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发布放假的假消息，警方已经在侦办。水沟啊，熊熊喷出一缸水，花甲沙风台拄离开，高雄基甸部分路段受到电流影响，2、3半暝出现积水淹水，水利局赶紧放抽水机，甲在2时透早水已经退。他小回家啦，位置高啊，拢位置高倒涌出来啊。那基甸西仔湾樱花前一暗也一直咧加映，2米悬的大影加起来爆花另外一边的车路，骑车要登去中山大学的学生，险险啊，互先着。有时候可能就车子会打滑，或者是人直接被拍翻。2时透早重新登来西仔湾，虽然海水的海位已经有下降，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水浴场迄卡岛游园出现长影，大约有2-3米悬，真侪民众趁机会落去取影。华加沙台风环流的影响，高屏的山区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等级上的几率发生。那下午起，整体雨势将明显的趋缓，转成一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象站表示，雨势会伫下晡较长和。虽然这个风台对高雄影响无大，不过2、3所传出有网友假做市长陈其迈的头像甲名，伫社群媒体放送2时休假的信息。造成别人不必要的负担，就明明台风，然后还要花时间来处理这种东西。张贴假讯息这样的事情，因为对民众的权益影响非常大，所以市政府已经有报案，而且警方已经有开始进行调查跟侦办。台南市长黄伟哲2日才互人食名，黑白宣布风台假，才过2天，陈其迈也互人食名。高雄市府强调已经报警，交由警方侦办当中，也提醒民众唔通对你做这款的违法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火烧的新闻哦。新北市树林西准街一段52巷，一间电池工厂昨发生火灾，佮烧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造成其中一间塑胶工厂的负责人姓吴头家一口罩3个人死亡。新北市长侯永琪嘛到现场来关心死者的家属，嘛答应讲会全力来协助。
消防人员无用气出入在做残火的处理，铁皮房烧甲拢乌去。像那西圳街一间电池工厂，今仔日透早发生大火，火势阁拖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3间工厂初高风烧起的面积差不多1329平方公尺，现场拢是臭味，嘛去影响到4颗雷亚的工厂。那个没有电啊，我们都受影响诶，电预防性的迄个用掉啊。大火点是伫咧西圳街25号共领一般电动汽车的电池工厂，后壁家属反映讲，塑胶工厂内面有人失联，消防人员是集中全力来灌救，落尾是不幸发现3个人的遗体，姓吴的查某人一个火下，3个人拢总无命。大约在7点多，我们就发现到3位失联的1对年轻的夫妻跟6个月的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到现场，观察火场导火的原因，慰问现场一直在哭的家属，火灾详细起因，爱等消防单位进一步厘清。我们对整个火灾发生的原因，我已经要求消防局要调查清楚。我们对罹难者，我们不但哀痛以外，我们会在社会关怀协助上，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下晡火调科人员嘛去现场来做采证，警方会等有电了后，再来调4颗雷亚的监视系统，排除敢有外力造成火灾，而且帮助家属处理刷落来相关的代志，嘛会会同消防单位现场监视和做刑事的验尸。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第8号152控的建红工地是搁再传出意外，工地得管蓝马孔，一挂蓝马孔对大楼顶悬落落来去击到路边的车，搁再是无人受伤。县政府也是要求停工，嘛会来处罚加强稽查。一群人徛伫大楼外口，看向对面工地楼顶，这新起的大楼工地面顶当咧灌浆，不过空气里直直喷落来，喷到天地下骹的车辆，甚至有2-3公分的石头啊，对咧落落来，好佳在无人受伤。星期天傍晚，我接到民众陈情，因为强风在520工地附近呢，有这个螺丝扭力筒吹落，然后打到他的车子，然后滚落到他的车底，那让民众非常的惊吓。那在礼拜2晚上呢，傍晚的时候呢，因为丰益的这个工地的灌浆爆磨了，所以呢，大大小小的土粒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打到他们的车子。议员指出，工地前几天将因为风头有工具无细粒吹落来，过无几天，佫有状况发生。新竹县工务处接到通知了后，已经要求工地停止灌浆，会罚款，来进行劳检。9月21跟9月232日共有2次的一个掉落事件，新竹县政府会依照建筑法来分次加重进行处罚。近日我们会正式发公文，请丰益停止结构灌浆的工项，必须要提送灌浆的计划书，由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审查核可之后，自符核备，才可以进行后续。建设公司有向受影响的民众甲车主会失礼，若讲会担起所有赔偿责任。面对工地一再发生意外，议员要求官府要要求建商做好防范措施，幸好附近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伫咧桃园中立有一间市场的牧场，最近是有饭市场来驾驶4只羊羔，头家有掠到1只蛇，不过农业局是提醒民众，若是家己掠是真危险哦，会当卡1999市民专线来通报。羊羔熊熊离奇死亡，而且佫是1摆4只，代志都发生伫桃园中立区山东里铁片胶场内底。凶手就是这杯饭市场，没有任何的生病异状，没有任何的状况，突然性的暴毙。结果我们在电线堆里面一拉开，突然一只眼镜蛇就往我们这边冲，我们瞬间就跳开了，当然心里都很害怕，而且这只蛇会突然冲出来。饭市场驾驶4只羊羔，主人伫电线堆内底发现味的蛇，也顺利掠到。不过议员真惊吓，伊直讲好佳在无伤着人。何况这摆损失50万，不过鸟场内底培育将近400对的国色羊羔，若是较慢发现，损失恐惊会更加惨重。蛇类闯入家中，请民众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并保持距离，确认其藏匿位置。桃园市政府农业局捕风捉蛇大队到场后会立即处理。
铁片厝边啊，就是田，虽然早都已经清除杂草，也毋过也是雨蛇入来。初步判断蛇应该是沿排水坑两入来。农业局提醒蛇类，尤其是大蛇进入厝内，上好毋通家己掠。应卡1999市民专线通知掠芳掠蛇大队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生命公园是正在进行改造工程，公园处为着要来种草坡啊、甲造景，要甲61丛树啊刷走。护树团队就批评讲，这毋是正办的做法咯。地方民代希望讲，尽量来保留树丛。也毋过公园处是讲，因要刷走的拢是有问题的树丛，会和护树团体搁再来沟通。2、3楼高的树啊，正规排，看起来就亲像绿色磅空共款，真水真清幽。伫高雄市中心的三民公园面积有5.1公顷，内面树啊大细丛加起来有738丛。因为公园正在改造，毋过有风声讲，公园处为着要做草瓦布，按算要甲这条绿色磅空一寡树啊刷去别规整，护树团体认为真无妥当。可能讲你0.2公顷左右会使，但即马母甲0.4公顷，遮大2倍大的一个草皮。吼，就变做热啦。啊，公园上重要是你要有树荫啊。咱公就是需要较侪这种绿荫保护吼，啊，大家伫这内底会较凉啦，吼，会较舒适就对啊，吼。啊，所以咱希望讲，当然护树团体甲咱的公园处会当搁较侪这个沟通。议员嘛认为，附近居民拢会来公园运动行大，尤其高雄天气热，若甲好好的树啊刷走，毋是正办。公园处表示，三民公园这几年接应规跋筊、加幼稚，也有奥多摆乱起的问题，造成地方的困扰。市府要开4000万来改造，第一期是以公园中线的景观大成做，会增加爬架、步道等等，大约会有61丛树啊爱刷，毋过拢是有问题的树啊，才会去甲叮当着。有安全性、生长不良，或者是抵触公园维修及救灾动线的树木，有关民众对于树木移植部分尚有疑义，公园处站在了解地方的需求，检讨调整。护树团体讲，树啊要生甲遮大丛无简单，因毋望市府会当甲地方的建议听入去。下晡议长也先找公园处来会勘了解状况，看后续要安怎来调整。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南的国定古迹市点武庙内底的西城进前翻修，啊，毋过新坎下底大泰路这庙内底还阁装一公灯，有真侪人都批评讲，这古迹的风格已经走精去了。台南市文资处是表示，文化部的文资局最近会派专家到庙内来会勘，嘛会要求庙方改善。吴文雄帝君案情，本来到科柜拢有真侪人来参拜。台南府城的台湾史典武庙是国家认定的重要文化资产。那庙内西舍因为年久失修，出现漏水，经过一段外修缮，历经总算完工。无因哦，新坎下边的态度甲庙内设的立功灯，煞引起讨论。不少人认为失去古迹原有的气氛。毛文书老师认为庙宇古味无遮个好，建议若是用木材会较好势。维持古风当然是可以是更好的一个，可是如果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我看这白白这态度吼，我就感觉讲有个赤目，永远咧用迄个立功灯吼，我会感觉讲有个凊彩淡薄啊。古迹就是古迹，真简单，上重就是古味。经过了解，这个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委托厂商来施工。工程伫今年6月完工，工程人员出面配会，因拢是有参庙的管理委员会讨论，嘛照完定的修复计划。这块并无包括立功灯甲泰路的项目，这是庙方因为使用甲维护需求自行证实的。那个是属于不在那个工程的那个什么市政府的范围，是另外庙里自己出的钱。OK， 所以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古迹本身吗？对，它没有古迹的本身，他们也很认真的想要把这个地方用得比较明亮。那我觉得他们的初衷没有不好，那只是说修复的过程的这些文件没有就是我们文资局来做审查。文化资产局强调，目前已经通知庙方，最近嘛邀集专家学者到场勘查，嘛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要求庙方配合办理，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韩国落水溪相接彰化甲云林的西里大桥，1953年通车到达已经是73年了。目前嘛是彰化甲云林的历史建筑。今年8月有民众提报关电古迹，将进行文资升级大会引进的现场勘查。
大片的高架搭配红色的桥身，是最近真清的翕相景点。西丽大桥过去也是全世界第2长的桥，嘛是中华森林小塘的重要交通建设。今年8月，有军的为民众提报决定古迹，由中华甲森林的文资审议小组联合进行现场调查。今仔日就是咱有民众来提报这个西丽大桥，希望讲会使甲提升作为咱的限定古迹啦。这班桥伊甲森林馆甲中华馆是共同管理的，所以呢，咱就是来启动云林县跟彰化县的共同的线刊。西丽大桥全长1939公尺，桥墩伫日本时期完成。因为爆发珍珠港战争停工，经过地方人事调整，加上美国援助，总算伫1953年通车。提报人指出，西丽大桥结合日本时期的土木工法，甲战后美国的钢筋设计，是台湾少数同时展现2个时代工程特色的大型桥梁。除了交通功能，嘛代表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象征。西螺大桥对于浊水溪两岸人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座桥梁，也是代表着这个两岸的人民终于可以透过这个人行道桥来跨过浊水溪。以我们这些提报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西螺大桥它绝对是可以在这个做提报啦。两地管府因应该爱来为相关的这个配套啦，特别是讲以两地因这步道。还是讲大家要来到这条大桥有啥物所在会当去来看到这条大桥，迄是真侪爱去规划的啦。提报人表示，西丽大桥有特别的工程技术、历史文化甲地方基地，提报决定古迹，希望主管机关更加重视西丽大桥的保护甲推广，嘛应该针对附近整体景观做规划。中华甲森林管府表示，会依照勘查结果办理文资价值的评估报告，随后会提报文化资产审议大会召开审查会议。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AI 是未来趋势，有10正社针对全台湾上万的各中小学生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讲有75%学生拢会晓来使用 AI， 大部分拢是用来翻译，也是倒写功课哦。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若是拢用 AI， 可能会失去思考的能力。甲 AI 问问题，伊真紧就有答案。中小学生嘛知影 AI 有够好用，亲自天下针对超过13000个小学5年到国中9年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9成学生认捌 AI 使用率已经无城乡的差距。将近4%会晓使用 AI。大约7成用过 Google 翻译甲 ChatGPT， 拿来写功课比较多，尤其是年纪越大的国中生，就真的拿来写功课；国小生可能会玩玩啊、画画图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学生把 AI 当作翻译机，常做写功课的技师。不过调查显示，12%学生认为会当可比使用，而且年级愈悬愈是安尼想。有42%学生真少也是毋捌想过网络资讯有假的，有47%是毋知影，也是无想过 AI 识别率无够。AI 若是犯错，什么人爱担当责任？科技是中性的，但我希望是让学生在好善用在他学习上，而不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学校就算有课程，也是仅限于这个使用这件事情，批判啊、思考、负责任的使用，这个是没有一个课程的，还没有一个东西去教。AI 会当生成所有的答案，免怎分辨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是教育现场的条件。这个调查嘛发现。将近一半学生会甲 AI 开讲，该当作知己，讲心内话。专家讲，这对学生的社交能力、同理心的培养，甲和真实世界人际关系处理的韧性，拢会带来久长搁真深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有宣布，10月中加热薰可能就会当合法上市。就烦恼讲，这加密薰啊会入去到校园内底造成对学生的危害哦。有高级邀请各台北市的卫生局和防止薰害团体来到校园宣导，市府也举办线顶的卫生教育。若是写文卷，就有机会会当抽到3C产品，请学生要来参加。卫福部已经宣布，加密的加热薰在10月中可能就合法就市。为着要防止薰害在校园拓开，台北市卫生局和技薰团体提早进入校园宣导。台北市政府也定自治条例，规定薰商袂使在校园附近卖加密加热薰，若是违规，相当罚5万块。任何人不得于高中以下学校我们的基地界限的50公尺内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加热烟，那违者被罚1到5万元。学生他们抽烟，学校不敢抽，
那在校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会有在加强的宣导。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电子就是加热烟这一块啦。根据国际研究指出，9成食薰的少年人是对加味薰开始的，而且不管是加味薰还是纸薰，拢有尼古丁，同款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青少年的大脑，爱到25岁才会成熟。愈早食薰，唔但会影响学习，也会造成情绪问题。为着要用趣味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薰害对身体的伤害，台北市卫生局也举办线顶卫教、抽三 C 的活动。其实我们要做卫教，让同学能够吸收了解。这些烟害是有点辛苦的，但是透过扫码答题，然后可以抽 iPad 的活动，同学的参与非常的踊跃。我可以就是邀请我的同学，然后一起去抽 iPad， 或者说我可以借他的账号，然后帮他回答问题，然后再把奖品拿走。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学生，在任何的场所使用无合法的电子烟，也是无通过审查的加味烟，相当是罚1万块。提醒学生千万唔通做违法的代志。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文化新简介带大家做回来看金鼎奖，这是出版界上界重要的国家奖项，将举办颁奖典礼。今年特别贡献奖是颁予已经93岁陈明进，伊是资深的儿童文学家，也是绘本作家，肯定伊一世人自身推动儿童美术教育，也有台湾绘本的发展哦。另外，今年金鼎奖拢总是有35件得奖作品，其中台剧出版都摕到3个。一世人自身做一件代志嘛，牵线几难世代，这是真无简单的成就。绘本作家陈明进被看作是台湾的囡仔册教父，伊今年93岁，出版50本绘本。从1952年开始做美术老师，是头一位伫美术教育内底加入绘本的老师，嘛引进外国绘本，推动儿童美术教育和台湾绘本的发展。第49届金鼎奖嘛，甲特别贡献奖颁予陈明进，感谢伊的付出。美术馆就是讲，和这世界上好的这个绘本啊收藏，以外呢，在台湾啊做一寡好事，甲人交流。陈明进讲，伊上大心愿就是希望会当起造儿童绘本美术馆，深化台湾绘本的人文典籍，甲世界交流。今年金鼎奖拢总有35件得奖作品，其中台剧出版是摕到3个奖，亲像都市插画奖就占2个名额，有杜家辉画的乌的，也有黄旭钦所创作的节目的天才黄土水。台剧伊写出来的故事，感觉就是较贴近我们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是你画的时阵，你就会感觉更顺畅。这系列会当甲100年前伫这块土地面顶上厉害、上高、上在前的台湾人介绍大家，互咱了解讲，咱今仔日会当行到今仔日，其实有足侪人的付出、甲牺牲、甲打拼。另外，用细汉时厝内开汉药房的记忆所创作的绘本《神奇汉药房》的作者陈千勇，在今年金鼎奖是摕到儿少图书奖。语言是文化的根，嘛是民族的灵魂。我嘛想要互伊知影讲，会用台语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文化部长李婉表示，为着要继续支持出版，针对今年伫国内外有摕到重要多文奖项的创作者，头家推出下一本书的奖励机制，通申请奖励金来创作下一个优秀的作品。文化部希望透过种种的文化政策，甲台湾出调的出版品杀到国际舞台。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伫咧南投有一间开伫咧市场的独立册店哦，是一阵少年家回乡做伙创业的，有一只卖咖啡、毛规划展览甲办活动的空间，咱做伙来看卖。伫传统市场内，竟然有一间册店，遮除了有南投花仔、漆器、关节、瓷质，遮会甲南投有关系的册，也有甲艺术、哲学、历史文化相关的册，民众入来遮会当拿啉咖啡、拿看册。对，我们以前都听人家讲啊，现在能够从书上面，我自己也想要说多看这些来了解我们南投的特色，在地以前的故事。这间少年家伫地方有一个已经办6年的南投读册会，不过一直拢无固定的据点。当初读册会开会，也是办地方文化活动的时阵，定定拢会来到这个伫日本时期就有的百年市场，为着互读册会有一个据点，嘛继续推广地方文化，才会伫遮开这间独立册店。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想要去成为一个就是很商业化的一个单位。市场里面，那它既可以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地方的文化资产，然后又加上说有很多地方需要好像可以多做一点事情。
册店内底嘛提供展览空间，开幕展览是邀请嫁到南投真爱的艺术家 AC 展出作品，内容有头是高丽菜的查某囡仔，嘛有结合杂志生上的人物，加的风格较特别的作品。咱南投县都是主要的艺术发展来说，还是偏一般的啊，所以我即摆就想讲，我要找一个较高水的、那个普艺术的，你会使看到伊的颜色啊，非常的灿烂。册店头家讲，这唔那是一间独立册店，未来也会规划成立体学社，开办艺术治疗课程等等。希望这个所在也是一个交流思想和行动的文化客厅。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新式的新闻哦，阿拉斯加州一个国家公园有体现号名大相片，举办阿拉斯加大颗型的线顶投票，更有24点钟网络直播，全世界有上百万人透过直播追踪，也会当甲选票投互家己上喜的型。我伫型袂知影你投互啥人。张型为着过冬做好准备，这个时节掠鱼时会下死命活，因为母型必须要变大颗，才会当过冬。累积体油来饲伊的囝，公型是爱抢着掠鱼的地点，上大颗的会用讲是上成功的。Bears need to get fat to survive, so I thought, wouldn't it be kind of fun to get people to decide who they thought was the fattest and most successful bear of the year? It really i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bears survive,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survive, what the ecosystem provides them, and look at their individual success stories as well. 这是主办单位阿拉斯加州卡迪麦国家公园甲保护区所举办的大颗型礼拜线顶投票，因为人类可能感觉因拢生甲真成，爱安怎分别？主办单位会体型、号名甲分别特色，透过真侪只固定式的摄影机，现场24点钟直播，掠鱼甲集地起来等等活动，拢看甲真清楚。They've, given names to the bears and fictitious, humorous names. And they've got, people following these individual bears and how they bulk up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inter. 也就是讲，这寡藏型的选手被风掠来一只一只，庆动是互人类观察因展现出的生命力来投票。这大约有2200只的藏型生团要入选比赛，因爱常常出现伫布鲁克斯水墙去卡刀。每一年的9月、10月，暂行规个热人拢来找食物。卡迪麦国家公园上大只的成年型，体重真简单，就当超过450公斤。有一寡型甚至有635公斤这重。不过今年三文鱼的数量特别多，因无需要为着找到掠鱼的好地点来激烈竞争。国际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过来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随来外东地区27度至32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